膊頭呢度痛咧，一般都唔係肩周炎。肩周炎係點啦？膊頭遞唔起身，洗唔到面，梳唔到頭。咁呢度咧，一般係同我哋嘅頸椎關係比較密切啦。好多都係後生仔，翻工咧就係坐喺辦公室啦，對住個電腦啦，低頭睇電話嘅。咁呢啲都會造成頸肩部嘅肌肉疼痛啦。去醫院照 X 光咧，頸椎嘅生理弧度話變咗直喎。咁我今日教俾大家3個小妙招去緩解頸肩痛。第一個教你一套辦公室嘅頸椎操，好簡單，就係3個動作。第一個動作抱頭抗胸，1、2、3、4。第二個動作咧下足仰頭，1、2、3、4。第三個動作咧頭頸相爭，1、2、3、4。呢3個動作咧，每個動作各做20次。第二，我哋嘅醫師團隊一般會建議用一啲行氣嘅中藥，以及鹽酸肽加靈片，可以緩解肌肉嘅緊張同埋痙攣，令到肌肉放鬆落嚟。除咗頸肩痛啦，好似肩周炎、腰椎間盤脫出同埋腰肌勞損呢啲伴有肌肉僵硬、痙攣、疼痛咧，都可以用到嘅。第三個，唔好經常對住部電話、電腦，起身活動一下。你訂個鬧鐘，1個小時起身行一行，喐喐。